2月下旬，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木嘎拉镇就业扶贫产业园的制衣车间内，缝纫机踏踏作响，流水生产线的操作台前，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，和田地区不少企业有序复工复产，务工人员陆续返岗。复工以来，我们公司采取了很多的安全措施，保障员工的安全。我们在住宿上采取的是统一住宿，在就餐上是分散时、错时时的就餐，然后在工作时间，所有的员工座位与座位之间保持了相对的距离。每天的话，要求员工全部佩戴口罩，还有定时的进行杀菌消毒。和田地区位于新疆南部，属于南疆4地州之一，也是中国3区3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。近年来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和田地区脱贫方式之一。记者近日从当地政府部门获悉，为降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，和田地区出台指导意见，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加强应急保障、金融便捷服务等工作，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便利条件，做到战役的同时不误克贫。由于我们公司大部分的原材料都在内地，从内地往回运输，往我们新疆这边运输的时候，都是政府在帮忙协调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原材料到位也非常的及时，保证了我们车间里面的正常运行。在防疫期间，我们这儿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，我们的住宿3顿饭是企业督管，抓饭、米饭、炒菜，有各种各样的，然后我们的生活也安排得非常周到。茹克亚木阿卜杜热曼一家是于田县阿热勒乡托万野台80村的建党利卡贫困户。作为长女，茹克亚木2019年来到服装厂就业。我主要负责贴标签工序，我每天能做500到600个，这样每个月能挣到1500到1800元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家今年可以脱贫。于田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朱海军告诉记者，该县已正常复工复产企业41家，在岗就业人员8600余人，均为当地农民或建党利卡贫困户。目前，和田地区600多家企业中，40%已全面复工复产，涉及纺织服装、建材、食品加工、农特产品加工、电力、医药等行业，复工岗位近3万个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